大家好，非常喜欢今日福气类类节目哇！今日介医疗资讯，然后大家来讲嘛，介咧，大家有发现冇？当然介10年到9年两段时间，因为系寒天、冷天，当因为起到当像寒度，唔可以看先生，先生讲，你俩唔系寒度，可能系流感，大家讲到流感嘅时节是咪起到，当像当电影讲，又当紧张，又当洋葱，今日大家好好来讲一下流感嘅知识咯，你介里边系马莎咧，佢系类似突然易燃、心物愤然嘅，佢真是嘅福利中卢培英，欢迎。大家好，我是卢培英护理长，当欢喜来两位老大家分享。系，欢迎吼，今日到新屋来，系，新屋到海顺，系，所以感觉好冷，系啊，因为风好大。系啊，风大，系，跳南袂不久。不过，仲埋要讲，新屋到海顺风好大，因为系咩发现这几个月两期3月其实是看寒度。你讲感冒，然后流感感染好多，冻冻的，比平常还好多，还拿多，都差不多有30个安样，30个，这么多，一天的是门诊量，是感冒还是流感不一定，所以这是比平常还好多，而且龙音加没冻多，声音，龙音声音最多的，而且大家有谈到冇，是去急诊室。急诊是一般我们会去急诊，不会去排门诊的时候，就是因为很紧急嘛，对不对？很不舒服了，动诉怂那这样一块。好，所以今本节目一开始了，大家来分享系嘛介咧，就是你台北来讲，你感冒了，你寒到了，就等于讲，你其实你都流行流感哦，你还没流感？我们是不是走来讲一下这2个有嘛感冒困扰？一般我们叫寒度吼，就会感冒嘛吼。错，感冒就一般会跳哪痛啊、喉咙痛安样。流鼻水。流鼻水。搓。我哋就讲的流感吼，就系有 A 流和 B 流，佢就会发烧，全身会酸痛，安样还痒痛，唔过。仲埋基本有 keep 老大家来讲，到底寒度、感冒、流感有什么不一样？因为讲实在话，症状都差不多，差不多。对啊，大家会讲，只是你感冒比较痒痛停啊。A 流跟 B 流哈，佢会发烧、全身酸痛，佢还会有并发症，变成肺炎，安样还痒痛，安样。所以其实讲到寒度感冒对冻度感、胸腺票对冻度感各种来讲，其实它是一样，它就是病毒感染，对，只是不一样的病毒，对，或是比较严重的病毒，不一样的病毒。不是比较严重，对，不一样病毒。所以一般我们会觉得感冒又没有怎么样，就在家里休息就好了。水啊么？医生都说多喝开水就好啦。可是为什么流感不行？因为它就是病毒不同，会容易引起并发症，因为时间抵抗力模糊啊，容易感啊，都会转成肺炎，肺炎唔可以重视它，佢会变到调唔过去来，再来急诊来插管急救安样。对，因为每一年都有一个流感的流行，你大概都会得到一个讯息，就是因为流感可能造成重症，对，甚至可能就是死亡的病例是存在的。对，所以台大会讲到流感的时间会去到动啊。等音讲，而且会比较警戒，对不对？所以这也是今天让大家来讲。其实除了你讲到几个症状，其实让感冒差不多，我们讲可能会感觉好痒痛，所以从老改时性黑工，你没有去治疗，它有可能会有重症的并发。对，然后心脏的功能可能就会坏了。心肌发炎，心脏就不会跳了，这个就很严重。好，所以上戏黑工，只是有感冒问题，真的不要太轻易的就觉得我感冒休息一下就好了。对，如果有发现有一直发烧啊，对，都39度啊，然后四肢都酸痛都没有改善，就要赶快去看医生了。那就感冒啊。可是莫听错，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莫拜托，因为感冒也会肌肉酸痛，也会发烧，也会流鼻水，会抽，可是流感也会有这些症状。对，所以要小心，要小心哈。肠胃型感冒呢？肠胃型感冒就是流感
病毒哈，它还有加一些腺病毒的影响，所以才会有肠胃的症状，还有呕里毒啊，那水泻，然后那一直拉，根本都不能吃不下，这时候也必须要赶快去找医生去治疗。是严重的可能会脱水，哈，我们要赶快打点滴补充，电解质。有时候你启动你送来世界去看性上来世界，你去看门诊，医生很快哦，看一看啊感冒。我说可是我一直拉肚子呢，呕里毒呢。他说肠胃型感冒，就是这样。因为其实流感真的很痛苦，因为我同事通识，其实嘿流感，他说给体细白，自己人生第一次觉得是真的躺在床上起不来，没有办法上班的该种，对，就这么不舒服哈。真的，对，该台尬什么公道啦？你感冒，请你戴口罩。我们来讲一下传染，对，它主要的传染途径，它主要会经过那个咳嗽啊，打哈欠啊，这些会去传染到。因为你打哈欠的话，那个会有一些飞沫会喷啊，而且如果你很尽情的打哈欠会喷，对，很远，大概一般是1公尺啦，除非它肺活量很好，会喷的比较远这样子。那像你坐公车啊，对，然后捷运啊，咳嗽、打喷嚏，旁边的人如果有咳嗽的这样子的话，症状会比较会建议说，还是要有一些咳嗽的一一礼节啦，对啊，戴口罩，不然就是咳嗽打喷嚏，一定要遮一下这样子，会比较安全。你不要面对人说我现在好想咳嗽，然后一直在你面前狂咳，还有肿的。不过讲一下其实你讲咳嗽飞沫传染，还是讲接触传染，刚才有字卡大家就看到嘛像你比如讲你係講你有感冒，你就去 KTV 唱歌，唱歌該唱雙人枕頭啊，2個合唱啊，好接近，对，好接近哦，1公尺嘛然后那个麦克风上面的海绵其实也有一些飞沫，而且他搞不好拿很近，接触嘴巴在唱的时候，那就变接触了，对不对？对。下一首歌换你哦。万一结果他就得到，对，就特别容易被传染的。是，所以要很注意哈。所以其实俩嘛，嘿，老台刚来讲，其实我们大白讲为什么要戴口罩？注意哦，有时候你戴口罩是因为你不要传染给别人，对不对？我记得有一次，因为来抽公菜还是直接打喷嚏，哈啾，真的是来不及，因为太突然，结果我一哈啾，旁边的人就。好像很警戒，我很想跟对不起哈，所以这个特别来注意哈。讲到两片因为台港又发现感冒案好像很严重，对不对？那我们讲一下它的并发症。刚刚讲心脏嘛，对不对？肺炎，对，然后就是。对，像是婴幼儿啊，还有孕妇，他们那些老人家抵抗力比较差的，就比较容易说，恢复能力比较差。本来我们感冒有痰这些咳一咳出来就好，但他们就比较没有这方面的抵抗力的那个力气，那个抵抗力可以把它排除到身体以外，就很容易就会发炎下去。恢复力又不好，就会转成肺炎重症的这样子。很多人因为你讲感冒，然后流感也好，最后都肺炎，就非常的严重，还要住到加护病房，对不对？你刚才讲到像是高危险群，包括成婴啊、老人家啊，比如讲有性红感染，我讲到是讲有慢性疾病，是不是要特别注意？比如讲糖尿病还有在洗肾的病人啊，也要特别注意，他们抵抗力是比较差的。对，所以其实不管是你讲的反毒、简单的感冒来讲，好严重的流感，是讲你是高危险群。你真的要特别注意，所以护理长你在门诊、急诊对不起，急诊室对，然后每天接触，像你说像今天可能又上洗沙了，有没有遇到这样子的案例？就是你觉得有还蛮多的，像过年期间外面诊所都没有开的时候，因为流感真的就是很不舒服，全身不舒服，就像您刚刚说，同事说躺在家里不能动，对，起不来。他这时候来看急诊，我们医生都会给他适当的治疗。如果早期的话，我们在48小时之内给克流感可以大大的改善他的一些症状然后如果说
刚讲到，所以如果依照福利种那种讲解法，比如你一下子一开始感觉自己有感冒，比如流感很流行的那一款时间，你觉得自己动成感冒，就真的先不要拖，对不对？就是有一些人觉得有感冒症状的时候，他会觉得啊这是感冒，他会先在家里休养，或者是上班也好，就他会觉得啊我先观察看看。对，这时候就建议要戴着口罩上班了。所以也不要先观察看看。我个人的感觉，我个人的感觉不是经验哈，我的感觉是，如果在流感动西夯该团鬼街那一段季节，挨黑起头，如果你觉得自己好像感冒，因为你还不确定有没有流感，我建议，是不是赶快去看医生？是，如果说你有发烧哈，发烧，轻微发烧也算。轻微发烧倒还好，那发烧到38度以上，39度，比如第一天，今天早上起床突然就觉得好像今天不舒服，而且发烧了，那我们还是会想要知道说到底烧到几度。哦，哎，那自己温度计拿出来一量，哦，上不是9度，赶快去看医生。对，这样讲哦，我来看呢。所以一般来讲，大家会发现讲，其实你节目里头讲到两片时间，其实เรา大家咧分享的是你係講환毒，你講感冒，從冇吼，但係講流感，到底係咩整條凍強容？其實是像福利中講嘅，整條係凍強容。所以一開始，唔講你咧簡單講，係講你提前你發現，自家要發燒。改清口啊，发烧啊，易购的时间，其实不要等待了，家家身体日常款性上长会讲，不过许多日常要注意嘛，家咧你先聊下，等下长会讲。东方伊做啲绕墙道突然之間新部分人嘅基進是嘅福利中，呢度兩篇老大家咧講吼，你講환毒啦、流感吼，講到當場凍定一樣，其實流感你細心觀察還是可以猜測的，對不對？對，因為剛開始有一些感冒症狀的話，但是你如果過了一個下午，你可能覺得越來越嚴重，就是全身發冷、四肢都很酸痛，這可能就是流感了。就不要再等待了，对，就可以去走日在。不过去到医院的时候，恭喜才会，你还是会希望其实不是流感嘛。你在挂号也好啊，医生门诊的时候，其实问的问题也会不一样，对不对？对，他也会参考你周围有没有人得流感啊，同事啊，这些去做判断。他会先看你周围有没有人得流感，然后确认你发烧、发烧、发到也豆图。那是不是一定现场可以做快筛？基本上有发烧的话，那一边都会做快筛。问一下哦，如果我去，比如我发烧38度，不是很高温，对我医生觉得有可能不是流感，但我可以要求做快筛吗？可以，是可以的，是可以。医生就说你这感冒，我说我要快筛，这样可以吗？可是医生还是会根据您的症状，去判断，是因为有时候筛出来不一定都是 A 流，不一定都是阳性，有可能是病毒的浓度还不高，有可能也是阴性。但是如果说你的症状医生觉得非常符合，或是同事啊、同学啊、这些家人。都有筛到 A 流的，这个就二话不说就会开克流感给你吃了，好可怕！就是你家里已经有人是流感了，那快筛是怎么样快筛进行？它快筛呢，就是医生会拿一个棉花棒，伸到你鼻子的里面，很里面，所以有一点痛，要忍耐一下，因为那里的那个黏液最浓，从那边那样裁剪去做快筛那个报告比较准确。那准确度大概有6成，最少有6成。哈，才6成，最少有6成，最少有6成，对，所以那因为我们这边到台高的讲一下，其实这个就是医生根据那个快筛的判别，对不对？对，台高走的看一下，这个是 C 的地方是对照组，你看到 A 的地方有一条线，它就表示你是 A 流，而且线比较深，越深表示病毒越浓。那会不会这样？那如果出现的线条是在 B，它就表示你是 B 型，
流感。然后这个在诊所快筛多久就可以知道？一般都15分钟就知道报告了。好紧张哦！所以你落去快筛时间，你走错都该偏等15分钟，你就知道你是哪条线，或是都没有。都没有的话就用题啦，只是一般感冒。目前的做出来的结果是一般感冒，你有可能过几天之后，浓度变比较浓了，再做快筛有可能也会转成 A 流，也有可能。会这样子，会，所以就是你根本一不舒服，你看线上是容易昏倒，然后你隔2天说我病状没有改善，然后再去看就变流感，有可能，有，我们在急诊有碰过，然后最有趣的就是今年过年啊，一家人不是回娘家吗？回阿婆家，祝你做咩噶？做咩噶？阿婆煲下食该珍珠奶茶，食到冻好食，大家以后，全部就中了。全部都是流感呢，可是那中间喝珍珠奶茶有一个人是流感啊，他们就是有感冒症状啊，就想说没关系，大家没关系啦，我感冒而已啦，我不是流感，你喝一下啦，就大家都流感，结果全部都去你们那个来了，那时候来了3个，3个全部都筛是 A 流，医生筛2位嘛，第3位就不用筛了，那就直接开药了，然后家里听说还有3位也是有这些症状。所以就请他们过来看门诊来医院就医要开药吃这样子，对，感情很好啦，感情很好。这真的要注意哦，这好可怕，还是要注意。不过我们这个是一个辨别的方式，对不对？来看一下，哇，这个好清楚哦。对，这个就比较清楚了。大家走在看到，像这个线，你就很清楚看到那个 A 的线的深度、浓度，对不对？哈，所以这就是一个台大地都改快筛嘛，对不对？不过讲到两片也是一些刚才护理长有特别强调刚才那个案例，对不对？因为家里的人赶快叫来，对，因为一定也有，所以其实在上团节目福利总有讲到，是讲你得到的是流感改时间，一开始医生会先给你开的药，一般现在比较多的、比较普遍，我们在使用的是克流感。对，克流感一般就是一次就会开10颗给你，早晚吃。对，通常吃完2、3天，就是你的症状就会改善很多，就舒服很多。但是我们药有无天分，对，它一定要吃完，不可以说我比较好了就不吃了。可是很多人会习惯啊，哎呀，我吃3天了，我今天很舒爽了。我就不吃了，不行，不行。它是不是像抗生素一样？对，它就是一个疗程，你要全部都把它吃完。对，而且你全部都吃完那个病毒的量就会减少，也比较不会再传染给其他人。那如果说那个人他就不听话，他不吃完，会有抗药性的问题，比较容易啦，比较容易。对，比如说。突然下个月又得又得了流感，对，又得了 A 流感。可是因为上一次不听话，疗程没有吃完，是有可能影响的。有，这时候呢又可以开克流感吃了，这样。对，所以他吃，就像刚刚讲，他时间是5天，一定要吃完，因为它的传染力很强，对不对？对，一般在有症状之前1天就有传染力了。症状前1天，对，就是我星期1就有传染力，我星期2症状才出来，有可能，可能跟刚开始就觉得有一点不舒服，其实那时候就有传染力了。我喉咙有点痛痛的，对，今天好像头痛痛，好像快要发烧，哎呦，有可能就有传染力了，对，所以它传染力很强哎，所以每年还是建议大家都还是要打流感疫苗。那护理长有打吗？有，我们在第一线一定要打，每天面对这么多，讲一下大家可能唔知讲，一般讲感冒本不因传导，不过大家又了解一件事情，是讲到流感改传就是它的那个潜伏期，刚刚有讲了，但是它的为什么？因为它传染力维持的时间很长，对，那婴幼儿可以到7到10天这样子，一般就是3到7天是传染力最强的时候。所以如果你今天假如讲你根本一100日，拄好你基本一看线上讲，你其实是流感，你是不是要自主隔离？就是要戴口罩了。那是不是尽量不要上班？因为戴口罩也还蛮危险的，听起来。戴口罩主要是保护自己，也可以保护其他人。那如果冻烟虫的该种，你可以在家里，比如休息5天。就是看症状很严重的那一种，就可以休息。真的是建议不要去上班上学，你去学校可能也会请你回家。对，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讲到你讲幼稚园幼儿园有吗？对，
很多小朋友他已经好了，可是老师会讲，你还是不要来上课。对，因为他说好像症状好了，可是你看起来是好的，可是事实上你的那个传染力还是在。对，所以一般会请你休息个10天。一个礼拜这样子，对不对？好，所以其实底下是老大家来讲，因为可能有看福利类改乡亲朋友都知哦，讲到流感两天事情改时间，小朋友系讲从因流感系讲你好嘞，性上然后各种然后来，希望讲你还是在家里，他在家里搞不好活蹦乱跳哦。可是那是因为降一起的后搞会传不便宜，是怕会传染给别人。对，所以现在讲到疫苗。每一年都可以，每一年都会推出疫苗可以打，对不对？对。大白讲，你改打疫苗是大家可能读新闻改报道，然后读新闻改消息，大家做地做得去到尼泊卡顺条改诊所也可以，然后讲卫生所安用改提供，然后走得去打疫苗，对不对？对。可是因为我们打疫苗的时候，其实会有第一波可以打，因为它其实还是有。就是以重大疾病啊，那些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优先施打，是，还有婴幼儿啊，那个小学龄前的小朋友会优先施打，然后就分阶段去开放，是，然后卫生署它会根据每年流行的疫情去推算说，今年要购买哪一类的疫苗然后会大流行这一种然后会购买疫苗让民众施打这样子，所以还是建议民众每年还是要去施打流感疫苗。因为说实在，像我就没有打，可是我有考虑讲，还没有去打安用改流感疫苗，可是会觉得好像有点紧张，也会有一点怕，觉得说好像。要去打疫苗也是蛮紧张的，可是更重要的事情是，可是有很多人是得到流感以后就觉得乖乖的去打疫苗是最好的方式。因为打流感疫苗它可以提供你一些抵抗力，让你得到流感，即使得到流感的话，症状也不会这么的严重。所以像有些老人在肺炎的部分，我们卫生署也有推要打肺炎链球菌。的疫苗，保护他们这样子。所以其实要注意，因为大家会讲，那是不是我打过疫苗够后，我就免疫了？不是，不是，因为每年流行的菌株都不同，流行的那个病毒都不同，但是它不像水痘疫苗这样子，我打了我这辈子可能就不会再得了，但是因为病毒它一直在变，那个感冒病毒是最顽皮的，它每流行一次就会有一些的变化，就它自己也会进化，它自己会。改变，对，所以每年还是要施打这样子。所以说有可能讲你1月得到流感，你病好了，然后或者是你再去打疫苗了，你还是有可能2月会。有可能，但是你打了流感疫苗就不会这么严重，这么不舒服。也是哈，我们只是把比较坏的情况跟大家分享。某乡亲朋友可能写世界会觉得说，怎么都说的这么严重？1月流感，然后打了疫苗，2月又再得流感。其实只是让大家来讲呼吁，理解乡亲朋友，系讲你要注意到，像安用改流感改消息的时候，其实还是建议你走得去打疫苗，因为这样真的就算得到唔会讲按养宠，还有嘛该注意，你聊。他长在讲。今日放学来到大家来讲会讲你很多系流感哇，真的要注意的事情很蛮该其实讲来讲去，简单来讲，让大家做一个小结论就好了反正流感。改正颈头到感冒很像，可是发烧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一开始我用个颈头的时间，加以款性上，它可以帮你做快筛，昨天快筛就可以知道有没有流感，然后血柔了，最好自主隔离一下，不要传染给别人。就算好了也要注意，是这样吗？是。有没有觉得我是很乖的学生？100分，100分。就被讲到聊天时间我们要讲一下，其实每一年的疫苗。其实大家虽然有时候会觉得说我打疫苗又没有用，
其实不是这样的观念，对，不是没有用。他即使因为专家学者会去猜测说，每一年都有一群专家学者聚合在一起，对，去看说研判今年的大流行，可能是哪一个菌株，然后会去购买疫苗，流感疫苗来供民众施打。好，那如果说没有猜对的话，那也不是说就不要打了。我们打还是要施打，因为它起码可以让你得到流感的那个一些症状啊，不舒服的症状会减轻很多。是，莫雄公开同时他说他真的这辈子觉得得到流感很可怕，是躺在床上不能动。可是如果黑公你有打疫苗，也许症状就可以减轻了，对，你不会这么痛苦，对，可以更快恢复，对不对？这是一群人一起努力研究，推论对出来，对不对？哈，所以这还是可以值得信任的，对的，不一样打了对其他也有一些真的感冒了。得到流感的，走得有一些帮助，对，是这样的感觉嘛，对不对？不过还有一个就是说，打完疫苗之后，我们送团节目又讲到，如果再得到流感还是有可能，可是一样它有更轻的，就还是可以减轻症状。对对，那通常打完流感不是说我马上就有抵抗力了，对，时间多长？大概要2个礼拜。所以如果说你预估说，如果说要出国啊或什么的，我们就可能就要提早去施打流感疫苗。出国得到流感怎么办？好可怕哦！那也是在当地的医院要就医啊，好可怕。对，那真的就是。当然希望出国能够健健康康、快快乐乐。你好不容易要出国玩，结果你出国得流感，所以刚刚护理长提醒大家，讲你狗年上些欢天也是想要出国去了的时间，如果你就打疫苗该打算，一定要在出国前至少2礼拜。对，一定要赶快打，因为打完那2个礼拜之后就可能有抗体了，是这种意思，对，抗体就生成了。对，不过呢，因为我们大家看到新闻报道也是会鼓励大家要去打疫苗，我们这边来看一下，其实共费给补助流感疫苗的对象其实很多对，很多，比我们想象中的多有，一开始大家会想到是老人家、成人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其实6个月以上到国小入学的幼儿是走的嘞，走的，然后学生都可以，对，学生国小、国中、高中。够就不算易送感，基本上这就是高中。对，那学校都会有调查写同意书，愿不愿意施打这样。是，第3个好重要，50岁。对，一般来讲，老人家我们一开始，我们说老人家早点打，老人家70岁，现在我们已经把整个年龄层的推断已经改变了，对不对？可50岁就可以了。对，还有就是孕妇啊，或是有那个慢性疾病啊、重大疾病这些的人还有在那个幼儿园啊、托儿所，还有养护机构，这很重要。因为幼儿园的托育人员、到养护人员，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第一线，接触对这些可以直接施打的。对人员，所以他们等于是直接照顾，就像护理长，你也是可以施打，对，因为你每天都要面对很多患者，是的，好吗？然后还有在禽鸟类，养殖那一个部分，因为在之前也有禽流感，对，就会怕人传人，所以这个部分也是都一定要去施打流感疫苗，公费的。我分享一个案例，就是一样是同事，你看流感有没有？同事。盘供去动一的流感，有一个同事他其实都不在这里面，可是他去的时候他可以得到免费的，因为他身边很多，对，这是可以的，这是可以的。我一开始听到的时候，我想说为什么？为什么？是可以的，但是就是第一波开放的对象就是这些，他如果说症状很明显或者怎么样，有一些医生会判断觉得适合的话，还是会给他施打。对，后来问了一下，就是说有的人他会说我不要打，可是他就回去传染给别人，所以赶快提供免费的让你打。对，其实克流感的药也蛮贵的，对不对？对，所以说我记得要上千块上千元，所以说。政府还是有公费的克流感可以使用，这样，蛮多钱的1多钱，所以就得打给他那去打好不是按痛苦，黑木有是揉也是揉每1多钱，对，对不对？对，政府在这个预防保健的部分真的是非常用心。是，所以现在我们到台高来讲一下，讲其实遇到爸爸妈妈讲乡亲朋友们，那我要去哪里打？
其实医院就可以了，医院啊、诊所啊、卫生所都有可以施打。那像你们医院急诊室，你们医院是要挂号、挂门诊去打还是？是门诊，在门诊施打。因为急诊室是处理紧急的地方，对。那流感疫苗这个部分是属于在门诊施打的部分，所以去门诊施打的时候就会先看有没有吻合，对，是不是可以打免费的公费的流感？请问我问一个很蠢的问题，刚刚有讲过，请问流感可以挂急诊吗？流感哦，如果你症状真的是很严重，然后发烧都不会退，四肢酸痛这个部分还是可以挂急诊。我想要来问一下，你讲到那公费是不是补助克流感改对象？因为不一样，跟疫苗是不一样的，对，不一样。所以这边有跟大家分享一下。对，那我们公费克流感呢，一般就会针对就是有流感重症的病人，或是我们快筛到是 A 型流感，然后那个未满5岁啊，还有65岁以上的流感的病患。那如果说你有重大伤病，那个还有那个免疫不全、抵抗力免疫比较差的病患，也可以施打。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最常见的就是有发烧的病人。他如果有家人、同事、同班同学有 A 流很多个，这一些都是可以开公费流感的对象，对，不用做快筛就直接可以开。直接，这就是我刚才公都，我办公室有个同事，他其实是他去克流感的时候，其实是公费补助，因为刚才有问到嘛，有问到福利中，是不是克流感其实蛮贵的？其实当它也是一笔预算嘛，一笔钱，对，所以系讲你去看病，所以你去门诊的时候，线上问你讲，那你家人有没有克流感？如果你的家人、你的同事都有没有流感？对，如果你的家人跟同事是有流感，其实你是可以公费用，对，克流感，对，跟疫苗的对象是不一样的，对，这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也很重要，因为如果你要花钱，你说那因为要花钱，那我来买，其实这样是不行啦，因为这不合理啦。可就是它有公费补助，主要是政府是会希望说这些克流感可以用在实际需要的病人啊。那所以是不是要通报呢？因为我们的整个系统，如果说它是流感重症，那我们就必须要通报。对，24小时之内就要通报卫生局。是医院会去通报卫生局。对，因为这样子的话，等于是整个。我们整个都可以来做一个统计，对，也了解一下整个疫情的状态。是，昨天讲哈，对，不过讲到两片，是大家会发现，因为有讲到嘛，你昨天去到某下顺条改门诊、医院啦，然后当然卫生所啦，昨天去打疫苗，对，然后当然可以讲你去到有流感改紧条改时间，当然就是看医生嘛。对，不过因为基本你动体片哈，我们邀请到的是急诊室的护理长来到两片，一般我们都邀请信上护理师啊，但是很少有直接是急诊室的哈，所以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急诊室其实很重要的一个讯息，让大家来讲一下。我们说急诊室小知识，急诊会根据检伤分类、疾病的严重度来看诊。那也许说你很早就来了，但是我们后面来的要急救啊，很严重的病人，我们一定是优先处理那一些病患，所以有可能说不是说你先来就可以看。然后就会要再稍等一下医生会帮你诊疗，然后所以等的时间，因为你比较轻症，流感算比较轻症了，所以会等的比较久一点。然后医生会根据你的症状去判定要不要抽血啊、打点滴啊、做快筛这些检查。如果说他排除这一些的话，所以不一定会做一些检查这样子，然后所以真的很不舒服啊，发烧很不舒服，这些四肢酸痛很不舒服，来挂急诊然后我们都可以符合急诊看诊的那个条件，但是如果说你只是普通的感冒这些，还是建议挂一般的门诊，因为它不是拿来做一些健康检查常规检查的地方。对，你讲到急诊急，那就是很急，很危险，对，很危急。你现在听错一本身上款，所以我们才叫急诊嘛。对，所以福利中意思讲，所以是讲你去到急诊室要拄到，因为等安救做埋冇肉嘅，没有检查，因为冇检查，大家不要误会了哈，给大家一点点急诊室的小知识。其实会长，我觉得台湾已经很幸福了，非常幸福，对不对？你去到欧洲国家、美国安用。
改过讲，你有可能这边割伤血一直流，对，那种一直流，那你自己先压住，压住你搞不好等到天公还等不到心上。为什么？因为后面可能进来的病人，又比你的手割伤还要严重。对，结果最后的结局是到天亮了，你的手的这个割伤可能都还没处理，对不对？对，所以。讲到两片，其实到台高的分享，我们还是要珍惜我们的医疗资源，因为其实医疗资源其实本来就已经很有限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珍惜？有时候过度，你反而就滥用了这样的医疗资源。是的，对不对？对。台湾的医疗又很普遍了，对，真的有时候不舒服，有没有下去楼下的那个家里的巷口是走得很近，对，非常走过去有没有？还穿拖鞋过去就可以看医生了，对不对？所以真的要很珍惜，而且信上让我们的所有的第一线的福利依然其实是非常辛苦的。你想想看，你得流感很辛苦，但他每天都要面对流感的病人，很安容易。所以基本上好，当分析理解福利中做在那度节目地图啦，大家来分享哈，因为天因为流感动养床，所以基本上贴片，然后大家咧分享很多啦流感安用目前嘅地区，希望大家收无动态，所以感谢什么？天天好来做认同了。